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喜来嘅，我系吴依蓉。本单一个我哋传统智慧嘅人音嘛，吼，已经常常没落嘅。不过也很多年来，因为因素都充实哦，因为有过环保，啊有过时尚，有过到专业嘅先生呢，同样人音嘅花草吼，设计都非常相应哦。今日来到现场嘅呢，都系一位做人音有23年嘅经验嘅冯清文先生，欢迎先生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冯清文。先生，其实唔係行業，不過學法想講阿姨好咧，因為迄啲面容是爸愛講，阿媽愛聽嘅說。你迄啲面容幾久嘅呢？嗬，32年。32年咧，咁難免啦，一定會學到嘅安尼。不過先生先同我哋講一下你嘅成長背景，好冇？我漢細迄啲高雄市，個誒。你本單好嘛嘅呀？不務正業。你喺做人妖以前有做過乜嘅條路？有做過賣過珍珠奶茶。有搞過幼兒園。還有中國蘭花。故做得講，你本單其實就係一般謀生的婦女。就係想辦法落實就安尼，錯。我有機會接觸到，因為人家要變做一個人音嘅先生，佢差別過太呢。應該對人來講，因為一般我哋玩世就安尼嘛，如果想講，我太嘢都前面向頭路，也唔可以有乜嘅夢想。我相信人家做人音一定係唔會中意嘅事情，不過睇做按到頭路，唔會讀到難嘅咯。就係兩擺。去米沙去大學，有安尼成立嘅社區大學嘛。過來我就想啊，我哋面攏冇朋友。因為他唔是合法。一開始係他唔是啊，全部同細嘅鄉下了。就賣珍珠奶茶嘛。就有一個學生誒，伊就甲我講，阿姨有安尼社區太好呢，愛去冇啊？我講某個社區大學，我就想啊去看下書，就接觸到安尼植物染。唔家下按度課唔用嚟讀到，其實我就安尼讀到一個植物染，就因為一個唔看一個某個植物，伊就安尼搶個葉嘅對喎。唔過伊出來色神是安尼某個色的，你看到是也見有某個色小魚念出來。好難哦！我睇唔出呢，睇唔出哈？因為我哋一種冇經驗嘅，如果感覺搶色都搶色咯，咁係唔係？咁也念出來嘛？也個念出來就係也個線，也個6個圈圈底部線裡面黃色。黃色的，一個按葉嘅黃色，係一個念出來嘅。錯，就以念出來，所以我就講浮木改變了我人生。一個係浮木，對，就真的是你人生的浮木。對，就真的。你剛剛一開始去上課嘅時間，應該係唔前搞到一個。蠻前。好，咁一開始去學乜嘅呢？就學一個洋蔥染啊。洋蔥皮念咩？過有安尼茶葉念咩？一個色神就，你看洋蔥皮嘅色神就可能係乜嘅係洋蔥念咩？植物染彩蛋，嘅咖啡色嘅，係咖啡色嘅也係暖，也係就係洋蔥皮念咩？係我就感覺冇乜嘅意思啊，因為就某個色就念出來就某個色啊。剛剛講過冇乜意思。冇乜意思。嗰個第3堂課就欣賞就搞誒浮木。浮木你就念出來，咩搶色的就搶色的嘛。嘛填一種很像安尼想，結果一出來黃色的，而且是按樣嘅黃色。按樣哦。也係蠻暗，因為伊個季節，都好伊
开花的时候，嘿，所以就色素啊，哈，就比安尼花吃掉了，所以色素就冇安样。哦，冇去用个季节，又冇去用个安尼色的长土安尼。对。哦，嗰种唔养到，强色的也袂竟然养得出黄色，你都感觉有意思诶。对。哦，安尼就因好嘛，好的时节就感觉，做嘛个酿出来的布诶，全部唔呛。哦，就安尼。我会感觉系咪？脏脏的颜色。冇按严重，我就係冇新冇秋冇 Q。哦，唔新又唔 Q。嘿，哦，就安尼，咁啊就，咁挨花係按到時間，釀出來安尼咁粗。家下提沙吉太好。對，上課。對，咁就想啊，就拄好有安尼工藝研究所有人才培訓，因為我就去報名。佢提沙吉太好學一舊，過後2學期哦，1學期係一舊，3年。係，就嗰種學嘅半年。學嘅1年。哦，1年哦。1年過後，唔想1年係每禮拜入去。先上1禮拜3小時。啊。嗰個係過來6日，全部6日全部啲釀。係哦，因為我看到釀到嘢嘅，唔有興趣嘅。係，所以我就去看到某個草，看到某個樹誒，看到某，你就想誒也個做點麼？哦，你拿來吃哦，就過來吃。哦，係啊，吃誒每擺先生講誒，因為先生搞誒冇搞暗沉，全部就是釀到有色神就好誒。哦，係，因為我就想唔錯。哦，唔滿意，對。咁有同先生講冇？有。啊，先生用嚟先生講，也個就你自己嘅問題。我就想，你自己嘅問題，咁唔免搞嘅哈。所以我就去安尼工藝研究所。哦，工藝研究所睇南投呢？南投，係。對。哦。你中醫都按認真哦，還係你好以後，你做一項事情就會按認真。韓生我爸爸嗰位阿妹就教我講啊，你做某個事情就要認真。哦，係，你做唔得講安尼就了了的就好誒，高高的就好誒，做唔得安尼。你做某個事情就安尼，買珍珠奶茶沒個認真。相同，我就去試安尼珍珠奶茶，因為我攏擺。愛去也買時節啦，吼買完唔掂買個珍珠奶茶，就會去安尼四重紅買，又會去超級市場買，又會，佢做乜個煮起來唔好食，就會我就去問人私人，阿姨就講啊，你攏愛錄卡還是看到是，就會廠商啦，係，啊唔過我唔知啊，伊係廠商，所以我就過來煮誒，我就自己又是看是做得用嘛個方式下去煮，所以也我弄擺迄啲亮度結束嘛，就對面，所以我就講也個學生嘅冇吃到我珍珠奶茶唔會長大。哦，你都吃到，你感覺會滿意，拿來賣安尼。嗰個紅茶我嘛唔係買現成嘅，我買自己去茶行，去茶行ထုတ်安尼茶葉。哦。過來做哦，真的都係你做一項事情都會認真。對，我阿爸就安尼搞，你做某個事情就要認真。哦，嗰種你做加下含植物染，你養到感覺也個眼滿意，也如果去進修。係，哦，加去個工藝研究所會學一久。我擺是1學期，就是一個年度啊，吼，30月。92年過去嘅嘛，吼，攏擺是1禮拜5日，就係迄啲嘅壓力。哇，係哦，係啊，睇見就好養東西，係又愛上理論，愛上課愛上安尼理論課程，又愛嘛個填調，我又唔知嘛個填調。填調係嘛個？我現在填調。愛就是你愛做嘛個東西，你愛念嘛個。
某个东西，那个地方有某个东西，你爱去滴。哦，嘿，哦，你吃不落眼，就会讲的在地性，在地特色。你迄个好，英国一开始想讲，我想要个增进那个知识。不过你去到个研究所，应该有学到吼，也好门路安多，会冇？有，我会欣赏讲，我乖乖做唔得稳东稳西。做嘛欣赏安尼同讲？因为我会问，我问问题，我都欣赏讲冇个问的安尼。我爱去迄个时节，我早期大学的欣赏就敢下讲的，起源做唔得安尼英文哈，嘿，我就讲好，其实我起源有啦，上课的时节就怪怪的，因为我欣就那边工研究所的欣赏讲啊，那个欣赏做唔得迟到，就会以时间往前倒，你就要乖乖地啊做错论的定义，那个欣赏更严格。就会讲诶，有样没做唔得英文问题，唔会，伊各项唔问，研究所应该有英文问题啊，错，所以我的欣赏伊含多简林亮简老师，伊就我的恩师，我就问，我讲我伫啊，做嘛个我念出来不会安尼，伊就讲伊就讲。搞太假啦，讲那个部位，我爱念书之前就要做精炼。精炼低嘛？当然唔低，我今日就爱练色路团出来的哦。你就迄布料啊来的时节啦，哈，你当然是爱天然的，哈，天然的棉啊、麻啊、丝啊、毛。不过因为工厂来的时节都有安尼油脂。或者是讲有安尼欧洲的东西，各位你肉眼看不出来，所以你爱加伊的纤维，把它打开，你才做得黏色成到一斤一批嘛，所以爱做也个工程啊，哇，这个过程啊，还唔前讲到，你看唐先生讲伊个接触到蓝染的故事，都感觉几好听呢，好鬼奇妙。咁也个几好问问题的学生嘅，伊研究工业研究所研究下嚟，伊做嘅乜嘅事情呢？我哋了解下，聽過繼續請先生來同我哋分享。歡迎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，今日來到我哋節目嘅呢係南洋先生、馮慶文先生，就都聽到先生講用嚟接觸到一般呢，都係良家婦女，佢接觸到藍染都必想到嘅嗬，個認真哦係去到南投嗬去工業研究所，我哋學嘅學嘅高效咯，唔係個時間講我講。一開始我想起個念出來唔拉醬啊，某個時節感覺拉醬誒，冇誒，都見還會進步，還會進步。哦係哦，還冇到哦，一個都係我代表作，階段性。哦，我感覺我應該係可以進步，可能一個階段一個去做得，唔過我還可以念出韓國醬誒。嗰種都係研究所嘅，都可以自家嘅工作室啦。係，個好大。研究所幾嘢都一舊啊？我去研究所每年都去，就是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，我次誒就會念到50咧。50咧？係50係真難嘅咩？係。最高境界哦，最高境界係念50咧，幾難係嘛嘅，就係唔識我用丟出係50，就係你愛因為當然有一些染料是做的時候念5嘅，不過你就會有一些套色的染材，因為我個好套色。
套色黑嘛个意思，就是我不是只有一个植物养出来。嘿，像亚个丝巾啊，哈，亚边呢就黑六龟盛产什么？六龟啊，俺的一下冇俺唔知呢。六龟有啊个热带水果。俺拢一下咩唔起来咯？六龟，俺咩唔起来？金黄芒果。哦，真系咯吼，导播同阿姐。哦，嘿啦，反酸呐。嘿，反酸，所以亚个就反酸黏咩，伊就俺就冇改套色，就会因为亚个哎去安尼，就是每个社区有每个社区的特色植物嘛，嘿，所以反酸咧，盐含黑，伊个就像浮木相同，就是有叶呗，用叶呗就可以。哦，你看俺多外行，俺个都系反酸嘅果实一样咩咧？唔是，攞叶呗都可以。爱吃的东西，弄起来，弄起来，其實都攞嚟上我，既然咩叫好吃的東西都拿來飲咯。哦，唔是，用葉唄，很給廣都可以。因為每年就是過後，就是採收過後，我們愛修枝嘛，都會愛修枝啊，蔬果幹嘛之類的，如果有就會有。哦，如果給黃色就係反酸素都可以嘅。吼。都唔是套色，啊，咱我用的如何嘅？嘿，我会用的叶条，你看伊安尼，地动叶嘅嗰道色呢？嗰道色嘛，係就係藍色，又有暗粉色，又有綠色、橙色，哦，也當然如何嗰道種，所以你就愛底下講馬個色神是馬個字布黏出來嘅，啊，艾葉條就係愛去日本看到有個北海道的阿寒湖有一個綠藻，係，我要感覺有個色神清涼，啊，我都好有，就會愛去之前就有拿到買洋蔥送洋蔥皮，就會我會支持一些小農，他們種的東西，那個都好按台灣就會恆春嘛，恆春有種洋蔥，因為就譬如講，要團購，所以我就計就參加一份，所以我就計講，你都卡有種安尼紫色洋蔥嘛，伊講有啊，所以我就本來紫色洋蔥皮，係，咁伊釀出來色神就同一般的洋蔥皮就冇相同色神。啊，唔去日本看到有個綠藻，都拿進來。冇拿進來，我冇買，因為伊啊個生長環境有限制，你買過來是罐頭，罐頭的那個，它裡面你要打開那個綠藻，那個吸引不了我，只是它的顏色很吸引我。你想愛釀出嘅色色，所以就過來就想。洋蔥皮就紫色洋蔥皮，我有染出安尼墨綠色的，所以我就想講，也個做得染也個好，所以染的成功的，就我就個高興。唔到染出無色，就感覺講，也個係最高階嘅，我用唔係無色的東西染出無色的東西，因為。工藝研究所就5歲了之後，也就冇再開一個課程，課程就沒有在，他就教染布，織布啦，織布。嗰種已經學到最高嘅階嘅啦，咁學都講我我考就係修業完畢。對，如修業完畢，你家庭愛去家嚟開啊？冇，也已經開嘅。已經開嘅？我93年。92年去嘛，93年是上藍染，所以我過來就開3分顏色布工坊。剛剛你還沒講過，對，你只教我3分顏色，我都講開耶。因為後來就開始有啲
教人上课的，就有伫教的。一片好，有一片去教。哦，刚刚你去教没讲过去教过好淡哈？憨淡。哦，侬为什么会去教开？因为我某一个朋友就鼓励我讲，反正伫闽南都无嘛个就业机会，个人学业嘅又学会安好，就会你就讲，那你就往这一条路走吧。嗰種都天天咧，嗰種一步一步感覺，嗰種可以去教就開咯。吼，咁可以講係唔感覺講唔去教中醫嘅風格係用嚟嘅，唔去教嘅作品。我就聽我嘅另外一個先生，係沙太嘅先生教書法嘅。係，伊就有一擺，也妹曉得講日文，所以你就帶我們去日本了，對，因為我鄉下去嘛，鄉下去我就底下去，那底好像差不多一個季節去看楓葉，因為日本的藝術是蠻先，就是你到哪裡它是不同季節有產生不同的風貌，所以那時候坐在那邊看楓葉，就給我靈感，我就我想來底下弄誒念出我自家的色神誒。你自家的色神，就是要怎麼套色，做出那個漸層。因為我有個先生郭博一郭老師，伊就講念你就要念出自家的特色，無他家人哋念啊，無特色。人做嘛嘅親所以你愛念自家嘅特色出來，所以我就記錄咧係自家嘅特色。咁一片有唔感覺唔清代表性咧，唔嘅特色同我介紹一下。這兩條全部是就是我走的方向啦。一條是新嘅，就是今年咧。新有片呀嘅一條。有片呀，一條就今年最近這2個月的。就係等於講5年發出來嘅新嘅色神，新嘅色神嘛冇嘛嘅新嘅，因為像以我感覺伊冇算，因為我的作風啊，差唔多就會漸層色，就是好幾個顏色出來，好幾個。佢漸層係幾難做到嘅，對，我就也個是個像安尼夕陽誒，就給秋天的顏色，那一種有亮金的那一種感覺。都係從頭都講看到楓葉嘅本意的想法嘅呢。楓葉是像啲漸層色。對。咁唔算做作品寄給人嚇。人講我會餓死，因為我念一條絲巾啊，差唔多要4日。咁一般咯，一般人差唔多。有的人個夾，伊就是寄給人一夾啊？我唔知。有的會一日就會6個小時就做得嘞，或者是4個小時。有些人開課啊，你就會個夾，可能4個小時、6個小時就可以。但人家嘅新嘢係1年1度點做？你愛精煉布料。愛去尋一個染材，就是染材，你底下講，你今日愛做嘛個染，做嘛個色神，所以你愛去萃取染液，嗰會煮起來你要避囊，愛避囊起來，你該做得黏嘛，嗰會黏色之前還要做一個美染，就是精煉好了，愛做美染，就是一個媒介，所以做再這樣。黏的熱度夠，就是每一種植物的特性不一樣，它的熱度要達到幾度，或者是說你的布料要達到幾度都不一定。所以你要讓它達到那個度數之後，再關小火，再20分鐘。20分鐘之後，有色神嘞，因為開始有吸進去皮膚裡面，那布料裡面嘛，所以你還要避降溫，避降溫，冷起來應該做得哪去啦？安尼做一條圍巾哦，
那一定会很喜欢的人呢，吼，那我有个耐心呢。浮木就翻转了俺的人生，俺就想，你要取植物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降温，降温之后要弄到我们的纤维里面去，就是布料纤维。如果有耐心，真的要吃色啦，会等安尼。对，爱等。俺刚刚讲，因为你做就要做比好啦，植物给你的色素，就是看你给它多少时间，它给你多少颜色。哦，我有哲理哦。然后等下呢，了一下听国际秀唱高欣赏，一对娘布的，一对蓝染叶片，一对多嘛嘅。欢迎到嚟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嘅來賓呢係藍陽先生、馮清文先生。多堂先生佢嘅學習吧，佢工作室嘅過程感覺佢奇妙喎，我想問，你做咗23年呢，其實算很久呢，你嘅當中有乜嘅印象過出咩事情？也嘅嗰種冇乜嘅。所以你就冇算乜嘅，也嘅冇算乜。唔可以遇到一條姜味嘅電視嘅，你都感覺講。唔怕，值得啊！唔講，一道圖用嚟乜嘅幹乜嘅，很像科學家呢，做實驗。因為就是還在當學生的時候，或是經驗還沒有那麼夠的時候，你對植物跟這個纖維，植物跟纖維，他們兩個是不是當好朋友？唔了解。對，所以都要一直試，一直試，知道說，哎。有個植物就像人個唔好念樹木，樹木個會褪色，樹木對一個中藥材，就係特別你看到有個紅色的，紅色的，樹係稀疏的樹嘅，蘇東坡的蘇，樹木，釀出來係幾個紅色啦，會佢講呢？佢講，佢多人唔敢念，唔咁樣係因為褪色，嗰個褪色，佢唔過愛念嘅唔會褪色，嚇？因為愛第二愛一道度，愛用嘛嘅纖維，愛比多一道嘅時間，唔愛念一道擺，唔係像講念一擺就褪色嘛，佢可以念2擺、3擺、4擺。嗰種成功嘅係可以寫出一啲 SOP， 就係我搭擺只要按你如何成功嚇，冇定錯咧，冇定錯，因為植物本身有自己嘅特性，季節冇相同，嗰個按嘅來源，就說就講浮木，北部嘅冬天念唔出黃色嘅，可是。安尼南部，因為南部個熱情嘛，太陽個太，對，就做得念嘛。哇，幾難呢！嗰種搭擺就唔地會成功，也算失敗。因為見過唔會啦，兩百個位啊，點解成功率嗰個誒？見你就會像我做時間，我就會想，我自己嘅心裡會想，或者是寫起來。唔寫攏解，模樣冇辦法保證啊。冇係，所以我哋心度裡想，也個季節嘛個時辰，過我用嘅比例愛一度，見我用嘛個布料，我見愛做，也愛做嘛個東西嘅，比如說你愛做服裝，你愛做圍巾嘅，有冇相同嘅布料。冇相同嘅布料，當然易用嘅就有冇相同嘅，所以排列組合非常多。就係你愛底下自信啦，愛底下伊嘅個性，就係愛跟有好感情，愛就愛底下你嘅個性。嗰原來唔對人咁愛有耐心，愛對人愛弄擺個脾氣個唔好。如果係個車的人出從出度啦，對，錯。嗰個好嘅一個藍染又對人有影響，有影響真蠻多。係，就會看待事情，
个圆融，个会底下讲啊，亚个人没唔好人呐吼，没坏人，只是伊的个性就安呢，啊你就够担待，你就底下伊的个性呢，你就唔会啊搞生意呢，就爱伫个广兴国小搞生意呢，嘛相同啊，因为相同生意呢个无耐心，嘿，啊你就爱天天的教伊，嘿，啊拢摆是做唔出来。个会老人家嘛相同啊，我老人家爱嘛，个唔好听老人家，啊，毋过爱近嘛有伫个安尼乐龄，吼，喺安尼那个长照社区，有伫咧搞，嘿，啊，你就要伫啊，啊，老人家就安尼，啊，细年就安尼，无相同诶，嘛，啊，有的诶老人家就听细年相同，你就爱安尼。好好啊讲，啊嘛就改播。哦，嘿，如果第一人的心都像了解吃不安的，啊要必时间，啊所以如果好嘅沟通嘅，哦，嗰個對唔咩會有影響安尼，哦，唔係因為因做因喜歡一個事情，嗰所去推廣啊，唔過像嗰做路開始提推廣嘅呢，吼。就喺92年就開始喺美濃嘅國小，就開始龍渡國小夠閒啦，因為愛搞引那時候好像是他們的會議桌設計，因為教育局要來評鑑，所以要有一個特色的桌巾，就用要擺開始，就會。其實國雄唔咩龍渡國小開始誒，國雄甲仙國小、甲仙社區、甲仙社區，就伊能第唔要睇做，如有搶去，對，後來咪因為因擴大呢，吼，像係唔單止看到姜味啊、鮮啊，吼，唔係搞嘅嗰度擴大嗰度東西呢，吼，像呀都係識得呢，像有亂，啊還有幾係飯團嚇，飯團。對，飯團你看有個藍色的，藍色就用個蝶豆花。哦，其實蝶豆花有一餐，好多人愛釀。其實伊釀步驟唔得，啊，唔過伊釀，伊就會安尼食用色素。哦，釀步會如釀步會會褪色，因為伊係水溶性。哦，就會你愛底下植物的特性是嘛嘅，你家去改做。藍色係蝶豆花，咁講咩色咧喏？講咩色就胭脂，就亞個就會胭脂的果。那我們女生的口紅、腮紅就會用於作為以前如果胭脂哦，我係第一擺看到胭脂上個案咧，清江吼，嘿，哦，咁個黃色的都係粉瓣嘛，對，粉瓣就係黃基嘅。黃記嘅啊，粉瓣頭前幾都係黃記嘅，係哦，像食過粉瓣冇看過黃記嘅，像啲伊咪送杯講雞瓣，雞瓣，然後想哦，家都可能係黃記粉嘛，以前係用粉咧，冇就黃記汁，哦，直接用汁，伊就會黃色出來了，哦，就會溶出色素。哦，嗰種推廣沒有搞太假，你有沒有這種色的東西？就會看對象，還有他的時數，他的時間能多少，然後他要的是什麼，就會幫你撩就好，有的是就會釀彩蛋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大部分愛去學校烘搞，就會搞安尼飯團，嗰個粉粿。哦，因為這種色的係國腳，係咪？係。哦，係。哦，我針對菜體有嘅東西，安尼讓有意思啦，嗬。假使愛空運來，嘛個嘢都冇乜意思。像我有一擺去安尼八八風災之前，就會去安尼那瑪夏，景工那瑪夏，因來生產水蜜桃哈。啊，我們那一次去是去做田調，做因那個苎麻，織布，啊，就看螢火蟲啊，回來之後就有一個想法，就請當地人剛來用那個水蜜桃的枝葉，又釀咩一個門簾，然後見釀過好冇一舊誒，好像6年就8八風災。
哦，就会牙嘅就松鼻音的。哦，嗰種空開過度，我看到也係有幾直播嘅哈。牙嘅就你有學啊？有。那有會去學直播呢？我欣賞就會簡連亮欣賞講，牙嘅會念布嘅，他家人都會念。那有太講人咯，有。啊，織布夠難，啊你又曉得念色，所以你愛織布夠好，因為年紀大了，織布還蠻不錯的。織布係我哋印象當中蠻出名嘅叫做織布機，個人愛講欣賞買織布機個貴，愛先從安尼卡片紙開始。卡片紙係嘛？就會用安尼細卡片，就是你可以用厚紙板，也可以用亞克力板，然後穿4個洞，然後線就從那個所以然後你就可以織了。哦，嗰種幾簡單咧方式就織得出來嘅東西。哦，嗰種唔係好嘅，咪會去教。喂，我哋沙灘就有教安尼織布機，那個卡片織。哦，因為也一個簡單，就是人體就是一個織布機，就是你綁起來，然後對面有柱子啊，或是那個桌角啊，綁起來你就可以織了。哦，我都係嚟記得你都可以織布嘅。哦，幾奇妙呢！嗰種人家成塊嗰種幾好呢，蠻有趣的。幾奇妙。感謝我嘅植物染欣賞，各位感謝我嘅書法老師郭博一郭老師，就係帶我去認識植物。然後也有安尼美學，因為出去玩就會看到很多東西，然後這是一個美學的概念。咁你接下來有打算有規劃嘛？嘅冇？還係日下嘅成塊就幾好嘅。當然有一個園區會更好。園區哦，藝術園區哦，因為美濃有個度安尼閒置空間。各位如果能夠把那個閒置空間變成一個藝術園區，不太那個不大沒有關係，但是就是裡面有種樹啊，然後大家來玩，就還有安尼做得講有一個藝術治療。像奶呀嘅植物染啊、藍染啊，就都做得好。嗰種係有一個理想嘅概念希望時常做得太成日嘅夢想，感覺係真蠻好嘅事情。今日非常感謝靜雯先生同我哋分享神奇嘅故事，多謝。多謝主持人，各位感謝大家觀眾朋友，大家。多謝，咁觀眾朋友冇轉台哦，接下來聽咱欣賞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業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